我想喺床下邊咧加多啲嘅儲物空間啦，亦都同你哋嘅設計師研究過，咁佢亦都可以做到我想要嘅概念。如果下一次我再裝修或者我自己朋友有裝修嘅說話咧，我都揾翻你哋設計情報中心嘅。當初我買咗樓嘅時候咧，就上網去 search 啦，睇下邊啲嘅裝修公司可以幫到我啦。咁第一 search 到你哋咧，就比較係資料詳盡，同埋亦都係啱我心水嘅，所以都係揀咗你哋嚟到幫我裝修嘅。當時你哋公司俾我睇嘅 3D 圖啦，同埋而家做成咗之後嘅成果啦，咁亦都係可以話係我心目中所要嘅嘢啦。唔少戶主希望為單位保鮮，保持家居清新又唔 outdate 嘅風格。點樣嘅設計先至可以好似你嘅靚樣一樣保持新鮮呢？今日嚟到個單位，了解一下比神仙水更加有效抗衰老嘅設計風格啊！由於咧我太太係需要想做一個特別啲嘅飾櫃，就放佢啲公仔啦，所以就同你哋嘅設計師一齊商量過，咁亦都係雙方面嘅研究過之後咧，就設計咗而家呢一個屋企啦。成個設計咧最滿意嘅地方就係呢個飾櫃啦。咁因為點解咧？佢可以裝晒我太太所有嘅公仔喺度啦。咁當然，如果可以再做大啲嘅說話，再俾佢放多啲公仔出嚟俾人哋睇嘅時候咧，我相信會更加開心添。客廳最引人注目嘅莫過於飾櫃，裝滿戶主太太中意嘅卡通人物，盡顯佢嘅童真一面。白色飾櫃同牆身顏色一致，整潔歸一，同時又能擴闊視覺空間。怕白色家居太沉悶嘅話，可以選擇添置水晶燈，利用折射嚟營造光影花紋，令家居更添姿彩。呢個茶色鏡面門背後又有啲乜嘢乾坤呢？係咪只係一間睡房嚟咋？其實裝修時咧，我譬如收工嘅時候咧，我都會上嚟睇睇嘅。咁另外咧，你公司嘅同事咧，間唔中佢都會 send 一啲相俾我睇咧，就喺 WhatsApp 度 send 俾我睇啦。咁當然係。亦都好滿意，同埋我上嚟睇嘅時候，裝修時間咧，咁見你啲工人做嘢都好企理，非常之滿意啊！你唔係以為呢一個係個衣櫃啊嘛？其實呢一個係個睡房位，因為原本個睡房位會望到對面屋，所以設計師特登將前面嗰個睡房位攞到嚟呢一度，令到戶主瞓得安心又開心。門嘅背後原本只係一個主人房。設計師將主人房重新規劃，會望到對面屋嘅窗口位改造成書房，而另一邊私隱度較高嘅窗口位就成為咗睡房，以趟門分隔空間。設計師善用鏡面同玻璃拼砌房間，增加通透感，同時亦都可以令房間更添時尚感。除此之外咧，亦都係我想喺床下邊咧加多啲嘅儲物空間啦，所以就變咗係，亦都同你哋嘅設計師研究過，咁佢亦都可以做到我想要嘅概念。房間固然係要有型有格啦，但香港地方淺窄，都唔可以忽略儲物空間嘅問題喎。書房嘅到頂衣櫃用盡每一寸空間，睡床下面就採用咗地台設計。令戶主有更多隱藏空間，可以整齊咁收納物品。加上睡房嘅趟門，猶如身處日本和室一樣，實在係又實用又好玩嘅設計啊！如果下一次我再裝修或者我自己朋友有裝修嘅說話咧，我都揾翻你哋設計情報中心嘅。如果想了解更多，歡迎瀏覽 DIC 嘅網站。網站上面除咗有1000個真實客戶滿意個案，同埋近2000個參考個案不斷持續更新之外，仲有大量真實設計同埋 3D 效果圖。DIC 嘅每項工程步驟都必須嚴格遵循3大國際 ISO 指引，當中包括質量管理體系、環境管理體系同埋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體系。設計情報中心係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進智工程有限公司，持牌進行相關嘅裝修同埋小型工程，而且 DIC 仲推出咗自家會員計劃 D-Points，提供一個全新優惠平台俾客人使用，只要登記成為會員，無論日後係自己裝修定係推薦親友選用 DIC， 都可以輕鬆賺取 D-Points 積分。
凡係 DIC 嘅舊客戶成功推薦親友開單，並且喺發票上面注明推薦人嘅姓名同埋 D-Points 會員號碼，喺裝修完成後，推薦人最高更可獲得雙倍 D-Points 積分添。就算推薦人未曾惠顧 DIC， 只要成功登記成為 D-Points 會員，而且推薦親友開單，並且喺發票上面注明推薦人嘅姓名同埋 D-Points 會員編號，喺裝修完成之後，推薦人都可以獲得 D-Points 積分。客人可以透過 D-Points 裏面嘅積分換領各式各樣嘅禮品同埋服務。而家就即刻成為我哋 D-Points 會員，一齊賺取無限獎賞。想知道我哋嘅工程限額滿咗未？咁就要睇下設計情報中心嘅 DIC 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啦。設計情報中心擁有自家設計師同埋裝修團隊，並唔係平台式經營，務求以準時同埋高質素嘅服務，令客人對我哋有更大嘅信心。設計情報中心為客戶着緊每一個步驟，確保工程質量。每一個部門進行嘅每一個步驟都必須遵從我哋嘅公司管理文化，以及嚴格按照國際標準 ISO 嘅指引。由於設計需時，為咗確保工程嘅質素唔受影響，所以設計情報中心唔會攬接工程，因此設有接單量嘅上限。每一位嚟到門市同設計師會面嘅客人，都可以由 DIC 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當中睇到工程嘅統計圖表同埋分佈地圖。客戶可以了解到設計情報中心而家有幾多單負責緊嘅工程，所有嘅資料都係實時更新，顯示現有工程同埋上限嘅比例。只要一達到工程上限，設計情報中心就唔會再接受新嘅工程，確保我哋嘅團隊能夠以最高嘅水準去做好每一單工作。正正係因為我哋有咁高水準嘅管理，以及堅拒攬接工程嘅服務精神，所以我哋先可以成為眾多客戶喜愛嘅室內設計同埋裝修一條龍服務公司。